要亲身试试我是不是内奸吗？你才不用！找死！这人还真是翻脸无情，命批的事怕是迟早被抖出来。说实话，前几次与我相遇，你都另有所图，对不对？对什么对？你是瞎了不成？之前我是怎么帮你的？如今你翻脸不认也就罢了，还睁眼说瞎话，你要脸吗？你的小命是我留的，既然是我留的，现在我来拿也是为了救你，我在山里背着你走，脚底都是血泡，我也不曾扔下你。我在木尘寺惦记你的安危，带着僧人彻夜寻找，就怕你有什么不测。我一枪赤诚，你现在还骗我，居然想杀我！行了，别哭了。还说什么失忆症？失忆症的人哪能找回符里来啊？演技太好，好到可以蒙蔽本王，还是真的误会他了。行了，失忆症确实是诓骗你，但那是因为我在府中当差，行事需谨慎。再说了，对你这种萍水相逢、聚散不定的人，我有所隐瞒，那是人之常情。但我何曾拿你当萍水相逢、聚散不定的人？我真心相待，你却这样处处提防。你这张巧口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既真心相待，怎么三番两次谋取我性命？你故意骗我拿什么命批，图谋不轨，我因担心中了圈套，这才不得已而为之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反咬一口，苦如妓女。你这样害我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啊！本王竟有些迷茫，有些困惑，这到底是什么套路？你怎么不说话啊？要帮忙的是你，说陷害的也是你，话都让你说尽了，我说什么呀？那你的意思是，你是答应了才帮我的，不是陷害，所以你没有把这事说出去。文家的女儿已经入了府，命批的方法显然没有奏效。未来的王妃，我自是不敢得罪，所以我为什么要说出去？真的？倒是你，为什么会在王府？我是何人让你自由出入梅院？何人叫你寒剑袭人？你现在居于此地，又是何居心？说，我不是王妃娘娘的朋友，我是她的贴身丫鬟，我是奉命把8丸玉佩送给王妃娘娘。至于能行走自如，还不是因为你的禁衣令。禁欲令还来，你可以走了。公子，你真的不是内奸？王府的男人，除了内奸，还有侍卫。哦，侍卫好，侍卫好，侍卫好。那，你跟誉王不熟吧？巧了，正是给亲王办差的院前。哎，对了，既然你是院前侍卫，那能不能帮人帮到底，带我去见见誉王？你也知道，这命批是救人的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死了这条心吧。还有，你能不能动动你的脑子？命批现在还有什么用啊？为何没用啊？你的事我不想再管了。你之前说的话，若你表现好了，我忘了也无妨。但你若存有其他心思，
或别有图谋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娘娘，您家那位家生侍女居然去闯院前了。你没有看错，奴婢方才去院前送喜服，亲眼所见，绝不会错。她仿佛是在找亲王的寝殿。什么？娘娘，她一个奴婢找什么亲王？不然，奴婢帮您前去调查一番。不必了，你派人去院前将她接回来，明日一早即刻送她出府。是。吉日到，文氏素锦大婚。姐姐，你真的就这么嫁了？啊！大婚在即，这命聘我是送还是不送呢？那家伙到底是谁啊？我该信他还是不信他呢？姑娘，姑娘，我找了您半天，原来您在这儿呢。我拿了些茶点来孝敬您。我的事儿，您跟王妃娘娘说了吧？忙忘了。哎，没事儿，您放心，我也是个明白事儿的。这。银子我不要，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。啊，行。见过吗？这估摸着是院前的东西。嗯，就是院前的。哎，还有那个禁欲令，你也见过的，也是院前的。你想想，能有这2样东西的院前侍卫，有没有一个长得面如冠玉、气质不凡的？您这描述的也太笼统了吧？哎，不过说起那禁欲令，我昨儿回去便想起了，那可是先王御赐之物，能接触到的，除了当今的御亲王，那就是钟离钟侍卫了。钟离，亲王最倚重的贴身侍卫，从小他与亲王一同长大，亲信中的亲信。说起来，钟离钟侍卫，倒还真是气质不凡呢。亲信中的亲信，钟离这个名字，比李狗剩好听多了。啊？可是，我怎么觉得我快变狗剩了呢？啊？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